讲袂尽的感谢，因为你赏赐阮极大的恩典，阮搁一遍当自执伫你的面前，特别是透过耶稣基督为阮所做的一切，互阮会当甲你结连，甲你有亲密的关系。深知你是阮的天父，阮是你的囝儿。主啊，当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自执的时，阮迫切恳求你，恳求你安静阮的心，互阮会当自信伫敬拜你的过程，以及自信伫你的话，透过你的话，阮要得到快乐。我们将今早起服侍正当工，拢仰望交代伫主大能的圣手，求主亲自引带看顾保守，互阮的礼拜合你的心意。亲爱的主，我们要特别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主的圣手，求主亲自赐福看顾。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真清楚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照你的计划来推动教会的各项事工。亲爱的主，特别阮今仔日要举行会员好会，要选举后一届的长老。长老的职分是协助牧师治理教会，求主帮助阮，会当选出合你心意的人选，照你的心意去选。当阮组成一个新的属灵团队，求主也加添这个团队的快乐，互阮会当因为有一个美好的团队来推动各项事工，荣光你的性命。亲爱的主啊，阮恳求你保守看顾阮今日选举的过程，互一切拢平安顺遂。阮恳求主也保守教会所设立的逐个机构、逐个这个团体。互阮所推动的各项事工，拢会当荣光主你的圣名。亲爱的主啊，阮何等渴望会当为着你来活，将更较侪救人的福音，甲阮的同胞分享。所以我恳求你保守看顾阮台湾的正教会，阮虽然伫无共款的所在做工，总是拢会当荣耀你的圣名。求主保守看顾，互阮所徛起的即块土地，会当充满主所赏赐真实的平安、公义甲和平，也将你的仁爱赏赐互阮。互阮会当伫遮安然徛起，追求家己的理想。求主保守看顾，互阮这个混乱的世界，也会当充满你所赏赐的平安。阮将这个事拢仰望伫主的圣手，求主亲自看顾。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就甲我称赞上主最大，做伙尊重伊的名。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伫外口雨遮大，咱犹原会当伫遮做伙来做礼拜。即是请咱起立来吟圣诗31首，咱着感谢主耶和华，请咱起立来吟。请坐。这时，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主，阮感谢你，伫主日的早时会当做伙聚集伫你的圣殿来敬拜阿罗你。感谢主，你予阮伫台湾这块土地的顶悬会当安然徛起。你的信手扶持阮，予台湾的百姓伫154年前马街来台湾的时阵，就会当有机会来听到福音。阮知影，阮抑阁无够拍拼来传福音，毋望阮每一个人都会当诚做好的见证，做光做盐，予台湾有愈来愈侪的人会当听到福音，会当诚做侪人的帮赞甲祝福。今仔日是教会教育事工奉献主日，我嘛要为着教会的囡仔、甲青少年、青年来祈祷。伫即个价值多元、试探真多的世代，有真多青年努力拍拼、食头路，但是毋敢结婚、毋敢生囡仔。求主特别来保守因的心。赢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效果是对心来发出。嘛求主帮助阮的青年，毋但看到家己的需要，嘛会当看见阮的社会的需要，看到阮的国家的需要，会当学习教会信仰前辈的使命脚业。求圣神教示阮，会当用真理来建造阮的囡仔。互因明白真理，活出真理，
阁会当用性命来见证因所信的。每一个世代明白你的方式可能都无共款，敬拜的方式无共款，祈祷的方式无共款。虽然方式无共款，但是阮相信，阮听上帝的心是合一的。主啊，嘛，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成做囡仔后壁的迄位代祷者、守望者，就亲像当初摩西栽培约书亚共款，教育儿童、栽培青少年、建造青年，互因长大会当承接大使命，成做上帝国的精兵，头前来跑走。主啊，嘛求你帮助双连教会会当成做合你心意的教会，特别来成做囡仔甲青年，伫上帝国内面做一个温暖的厝体，因为有满满的疼甲关怀，因会当勇敢来面对头前的路站。这2礼拜我嘛会选出新的长老甲祭司。主啊，阮感谢教会的信仰前辈，互双连会当成做领5000的教会，面对世代的交替，求主守护属天的智慧，互每一位兄弟姊妹有对信心来的感动，来做伙选出新一代的长职。毋那安尼，教会就是阮，阮就是教会，阮每一个人嘛会当甲新的长职来做伙来拍拼，做伙为着上帝国来努力。主，我嘛要求你医治恢复阮中身体有欠安的兄弟姊妹，有病痛的，求你医治；有软弱的，求你扶持。阮搁一摆甲阮的心交伫主的手中，求主开阮的心，诚诚光照阮，来领受今仔日蔡牧师要传讲的信息。互阮搁一摆会当倒转到主的面前，听你的话，嘛照你的话去行。感谢主，听阮同心合意的祈祷。阮的祈祷无够野，只是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讲。第27篇诗篇130篇，今仔日咱要请刘家苗甲朱文玲同学来传阮启应。咱三工来交读启应文第27篇，记载伫信息后面第41页。耶和华啊，我对钦恩求救你。主耶和华啊，恁若救扛罪恶，治水徛袂牢。我听候耶和华，我的心咧听候。我的心听候主，比手机的人听候天光较切。以色列啊，你着毋忘耶和华。
得较救赎一切的。即时咱要请儿童合唱团带来学乐。因要学乐的诗有2首，第一首是上帝做阮代代帮赞，第二首是关声学乐。所在。
真感谢儿童合唱团领咱来学罗上帝。只是咱要读圣经，咱共款要游玩请主日学的同学来领咱读圣经。我今仔日甲上困难的拢交互因啊。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集有2位，记载伫旧约圣经箴言第21篇21章28节。第2位记载伫箴言第18章13节。咱先做伙来看箴言第21章第28节。做伪证的人会话袂忘，照实做证的无人会当甲伊辩倒。我搁读一摆。做伪证的人话袂忘，照实做证的无人会当甲伊辩倒。接续做伙来看箴言第18章13节。要背听了就应答，就是鞠躬甲见笑。我搁读一摆。要背听了就应答，就是鞠躬甲见笑。圣经以上，愿上帝赐予听伊的话，搁照安尼去行的人。信息，今仔日的信息是爱耳听的智慧，倾听的智慧。请蔡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咱4场礼拜做伙做一场来做伙举行，是因为咱要举行和会来选举吼。所以即礼拜牧师特别要来分享一个主题，叫做耳康听的智慧啦吼。就讲详细听的智慧，认真听的智慧吼。咱平常时拢爱学会晓讲适当的好话吼，但是咱爱明白一个好的沟通，毋是简单讲适宜的讲话，上较重要是安怎用心去听。咱毋是简单学晓去听别人的话，上界重要的是爱去听上帝的话。特别咱等下要选举吼，咱来照上帝的话，照上帝的心意去选出上帝要竞选的人。吼，伫领受上帝的话之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有耳孔通听。会当了解你的话，特别是你智慧的话，会当帮助阮，互阮伫行事做人，会当合你的心意。互阮咧做决定的时阵，也会当知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去行。所以求主清去阮的心肝，清去阮的耳孔。互阮会当自信来听你的话，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今仔日要讲的就是一个耳孔听，还是讲详细听的智慧的第一讲。其实咱是生伫一个无爱听的世代啦，因为大多数的人拢真爱讲，却无爱听。每一遍到选举的时刻，真侪这候选人拢强调讲爱听人民的声音，也批评对手讲无听无尊重百姓的声音。但事实上，咱发现多数的政治人物吼，拢真爱讲互别人听，拢无爱听别人讲话。
别人还未讲了吼，你啊看最近伫花莲吼，迄有诶变成要抗议吼，还未讲了，迄个主持人就要来回答吼。但唔爱听啦，就是爱讲吼。伫社会新闻中间，还是讲牧师接触诶一寡人中间，嘛常常拢有人咧埋怨，讲我身边上介亲密诶人吼，无爱听我讲话，吼，我一直讲，无要听我讲，吼，无了解我诶心啦，吼。无要听，造成人甲人中间一寡芥蒂，互人甲人诶关系会疏离，吼。所以这世代确实是需要用心来听别人讲话，更加需要学习安怎去听别人讲话。咱常常认为讲要沟通。就是爱准备好好来讲一寡家己的感觉甲想法，才是沟通。所以咱就一直讲，结果发现安尼沟通嘛是无好，时常拄啊倒变。那你要做一个有效的沟通，上界悬的基卡，就是你爱用心去听。当你详细去听对方所讲。真正的意思，甲伊的想法了，然后较来回应，这才是有效的沟通。虽然拄则所读的经文，咱拄係读台语的，华语的28节21章的28节是安尼讲，到听别人讲话，到听别人讲话，伊的发言。的确受尊重，意思就是讲，你若会当用心去听别人所讲的话，然后你所讲回应的话，才能得到别人认可甲尊重，所讲话才有说服力。那按照结果来讲，听有分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有听无着。比如讲，因为古早咱做学生时代咧上课的时阵有时老师伫顶面咧讲你心肝想去别位即摆你毋通安尼咧，即摆是咧做礼拜爱注意听牧师讲的有时咱的心就走无去假设有咧听，坐伫教室内底有咧听但是却听无着心内咧想别项代志，所以别人咧讲有听无着。真言的作者安尼讲你毋通讲话互愚戆人听，因为伊的确藐视你智慧的言语，根本就无咧听啦，有听无着，若甲即种人讲话感觉真无好，拢无咧专心啦，无咧听你讲啥物话，第二种叫做听着但是却误解，就是讲听着可能迄个音听无了真清楚，是讲迄语言的传达的问题、沟通的问题，别人咧讲东，你听做西，我还记得我细汉的时候听过一个笑话咱今仔时间较长啦，所以我讲一个笑话互恁听。平常时无机会来讲。我听这个笑话就是讲古早有一个鸟经啦，有一群鸟徒伫遐咧跋鸟迄鸟经就有一个主人咧主持即个鸟经的嘛因为迄鸟经经营足久拢无来装潢啦，所以就想讲爱设备较好的大家较爱来就叫一个师傅来油漆啦结果迄个师傅一边油漆一边看人咧跋鸟我看了伤认真，所以无咧
无咧插啦吼。啊，结果迄个主人入来足生气啊，拢来讲警察吼。我这报叫的人听着讲警察吼，应该讲警察啊，听做警察啊吼。哇，大家惊一个拢冲出去啦吼。本来想要讲到这，但是这故事佫有继续啦吼。叫大家走出去吼，毋知要走对倒位啦吼。啊，拄着一个咧卖油炸粿啦，讲油炸粿，油炸粿，油炸粿吼，那大家拢听着讲为遮油炸粿啦吼。啊，即摆佮加油炸粿了吼，佮找无咯吼，佮听着一个卖包仔的，我们包仔，啊讲哇，一声叫我们包起来啊，安看要安怎吼？啊，佮走，啊拄着一个卖碗粿的，讲。碗粿吼，大家碗粿都警察局。哦，听着去误解啦，吼，就是讲误解别人所讲的意思吼，啊，这常常咱若无注意听，吼，也是讲迄人发音有问题的时阵，会造成即种错误啦，吼，啊。第三种是听到会通了解，哦，就是一真用心去听对方所表达的意思，也去体会了解对方的心理，但是到这为止，伊无甲对方交流互动，哦，啊，这种听嘛无完全，哦，因为听的人完全无回应，啊，讲的人嘛毋知伊听有啊听无，哦。这听到会当了解吼，啊，最后一种上介好，就讲了解了，啊，佫会当回应，吼，上介好诶，听诶人，就是用心去了解对方所讲诶，啊，所表达诶内容，然后会当用适当诶方式来回应，表达讲，哎，你讲诶敢是安尼，啊，我听诶敢对，吼，啊，这是上介好诶一种。听别人讲话的方式，啊，所以咱接续牧师要大家分享一寡听的技巧，啊，互咱会当学习。啊，然后咱后一遍吼，咱再来讲较重要的，安怎领受上帝话吼。第一项，咱咧听的技巧的第一项吼，就是咱来专注。平静，吼，咱先来看一段经文，吼，这是雅各书第1章19节的头一段，吼，讲恁逐人爱快快听，慢慢讲，慢慢想去。新翻译的圣经翻译做：恁逐人爱着急听，毋通着急讲，毋通着急想去，吼，啊。这段经文是咱讲名做一个好的听人讲话的人，哦。首先爱学习两件代志，第一件代志就是爱专心、爱专注，哦。快快听，还是讲着急听，哦。咱普通咧听较有讲快快听，哦。快快听的意思就是讲，你足较无足专注，哦。足期待对方赶紧讲，啊，你会当赶紧听，吼，啊，所以咱咧听人讲话的时阵吼，咱着爱有一个较无的态度，吼，敢惊讲啊听无着，吼，如果你甲一个人咧讲话安尼上东上西，啊根本无专心，啊是一直咧看手表，啊这样一定就无欢喜，吼，啊所以是爱用种较无的态度去听。啊，所以咱咧听上帝话嘛是爱用较无的态度去听。哦，我是讲，我感觉讲，咱伫教会中间咧礼拜吼，咱教会实在是每一个兄弟姊妹做水准，大家拢足较无，拢足较无咧听，专心咧听。哦，啊，就是爱咱留心来听。哦，啊慢慢讲，哦慢慢讲就是讲。爱咱留心来听，因为一人咧讲话的时阵吼，就袂当听，吼。
上帝赏赐咱两个耳孔，一个喙，通互咱用搁较侪时间伫听顶面。汉字真趣味吼，听即个字吼，听即个字是一个耳孔，吼，有10粒目睭，吼，还有一个心来组成的，吼。所以咱天生就是耶稣讲耳孔会听，其实目睭若爱看，爱用心去领受，用心去了解，吼，这个用耳孔听差别真大，吼，所以一定要专心。第二就是心爱静，心浮浮吼，就无法度听清楚，吼，所以慢慢生气，也是讲莫着急生气，是讲用种平静的态度，会当互你领受较济。有时阵咱嘛知影，咱若伫情绪无稳定，咧生气，也是艰苦、苦毒、怨恨的时阵，咱就袂听见上这代志，哦。所以情绪上若无稳定，会互咱无法度听见。所以你听别人讲话吼，一定爱真平静，爱专心，爱平静。所以若综合这两点吼，就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讲，咱咧听别人讲话时阵吼，莫插断别人的话啦，吼，莫着急要表达家己的意思，互对方完全讲了，吼，咱较回应。有人做爱插嘴的，吼，这种习惯实在无好，吼，别人话讲了，你就要一直要讲家己意见，吼，这无好，吼。圣经同咱讲吼，还未听了先回答的，就是伊的愚妄，吼，甲介绍。所以，咱甲别人沟通的时阵，就爱静静去听别人讲了，互对方完全表达了，咱才回应。第二项，咱毋通心存偏见，吼。咱甲沟通的时阵，甲别人沟通的时阵，毋通有偏见，吼。如果咱对这个人有偏见，会互你误解伊的想法，吼。咱毋通认为讲这个人一定是安尼啦，吼，伊讲的一定无老实啦，吼，毋通安尼。第三，嘛毋通有色立场，吼。咧讲论的主题，吼，除了真理以外，咱毋通有色立场，吼。伫观念顶面立场，吼，那你若有色立场，你家己有家己的立场，吼，你就真困难接受对方的观点，吼。咱要甲人讨论，其实真重要的是你要了解对方咧想啥，然后你才有可能去反省。你若有说家己的立场，我就是坚持安尼啦。其他拢免讲，你就根本就无法度接受别人的意见，吼。第四，毋通情绪失控，吼。就是讲沟通的时阵，吼，情绪失去控制，吼，生气的时阵无法度听别人对方的话，吼。所以咱会当注意这几点，吼。第二项，就是讲。咱咧听别人讲话的时阵，吼，爱有适当的回应，吼。咱听因讲心内话的时阵，咱爱互动，有适当的回应，毋通安尼戆坐咧，吼。伫这回应，毋是讲你爱有互因啥物建议，只是爱互伊知，讲我真认真咧听你讲，吼，我真重视你所讲的。所以你会当将你心内的想法来表达出来。这种活动包含肢体甲语言顶面的，咱会当对于安尼点一个头，会当适当回应讲你敢是这个意思，可能会当会当讲你若拄着这个代志，可能你的心肝会安怎想，
咱会当问伊讲，你拄着即款的代志的时阵，你有啥物款的感觉？用安尼去澄清咱所接受的信息，敢是伊所要表达的。有时阵咱会当重复伊所讲的话，然后问伊讲，你敢是即个意思？即种互动会当互咱甲别人讲话的时阵，人更加愿意将伊心中的想法逐日表明，更加愿意听咱了后予伊的建议，因为伊知你有真正听捌伊的话，所以伊会当接受咱予伊的意见。这是头前咱所讲的，敖听的人会发言得较受尊重，所以就是你爱有一个回应，互伊知影讲你真实咧听伊讲话。第三项，伫听的过程中间咱会当同理伊的感受，这是咱的学习的，带着理解对方的心去体会对方的感觉，去想象对方的感受，主动进入对方的经历中间。心肝会当设想讲，我若是伊，我拄着即个代志的时候，我的心中会安怎想法？即款咱真努力去体会对方的想法，比较较容易了解对方真实的感觉。所以咱爱用同理心的爱学习同理心的功课。圣经中间讲，爱甲喜乐的人当喜乐，甲啼哭的人当啼哭。但是同理的过程中间，咱嘛爱注意一寡原则啦。第一项就是讲，同理无一定是同意。有的人的观念真负面，你就知影伊拄着即款情形会真艰苦。但是伊表达的意思，无一定你完全同意。所以同理毋是同意是要了解伊的处境，了解伊的心。可能伊充满负面的想法的时阵，你毋是要同意伊的想法，是要了解伊的心。第二，同理嘛毋通过度，同理袂当过度认同伊的感受啦，就是意思讲你听别人讲伤心的代志的时候，你毋通哭了比伊较伤心，对方搁来安慰你同理是徛伫对方的情境去体会伊的感受，当然，同理心是社工咧协谈中间真重要的一种学习啦，咱都毋是专业的人，但是伫教会中间咱有兄弟姊妹要甲咱讲伊心内的话的时阵，咱会当比较较徛伫伊的立场去想的时阵咱会当了解伊为虾米会有即款的反应，这是听真重要的功课。第四项，这真重要，就是咱咧听别人讲话的时阵爱求圣神互咱有智慧啦，求圣神互咱更照甲帮助。因为有的人咧甲你讲的时候，伊情绪真激动，不一定通完全真清楚表明伊的想法。你要祈祷圣神，互你了解伊真实的想法，来修正家己的态度。有圣神互咱有智慧帮助，才会甲咱讲话的人。如果伊拄着问题，有圣神互咱会当提醒伊某一寡代志。有一寡人来找牧师，伊可能一开始无可能将伊所遭遇的问题完全表达出来，伊可能讲其他的代志，但是咱理解圣神参透万事，有时阵咱咧甲伊分享的时阵，圣神就亲自同咱讲，伊真正的问题是啥物，所以咱若要真正用心甲别人
讲话，咱得爱求上帝，互咱有智慧、信心来引导咱，互咱让真实了解对方真实的意思。今日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爱适当回应。拄则咧讲迄个回应，是迄个咧听的时阵，咱爱有一个回应。即马是讲咱听了，伊完全讲了，咱爱适当回应。回应互讲话的人知影有人咧听伊讲，而且当认同伊的感受。所以一个好的听别人讲话的人，爱适时适当回应，这是好的沟通中间的一点。所以回应是啥物意思？就是甲对方讲你对伊遐听了啥物，而且帮助伊厘清伊所面对的问题。伫所有沟通的技巧中间，回应上会当互人满足，是上会当互人满足的技巧。即种的听会互人感觉真温暖。因为伊充满了听心甲尊重，伊真知你有用心咧听，而且会当了解伊的心。回应的时阵爱注意一点，就是讲你会当替伊分析伊所拄着的问题可能的结果。譬如讲，伊若做即款选择，伊会拄着啥物款的问题；伊若做另外一种选择，伊会安怎？但是千万毋通替伊做决定，爱互伊家决定。任何来找牧师分享伊所拄着的问题，牧师可能会来回应讲：你安怎做可能会拄着啥物问题？你安尼做可能会有可能啥物款的情形发生。但是牧师袂当替伊做决定，伊爱家己做决定，伊爱家己对上帝祈祷。祈祷上帝启示伊爱做啥物款正确的决定。所以适当的回应是非常重要，也是爱学习的技巧。伫遮牧师也要提醒大家，咱每一礼拜拢伫礼拜堂中间听牧师分享上帝的信息。当然，咱这是单向的啦，足少有迄个回应的时间，回应的时间就是伫小组、伫团契中间，咱会当讲牧师今仔日讲啥，还是讲牧师即礼拜讲啥物款的信息，我应该安怎回应？那大家拢无回应我就毋知影大家敢有注意咧听，我会记我迄阵。有咧带迄个周间的查经班的时阵，查经班有时是拜二，有的时阵是伫拜四，拜二甲拜四拢有，我拢会考是讲拜二的时阵，我就问大家讲，礼拜牧师讲啥物话，叫大多数的人拢袂记住啦，赶紧摕迄个，好佳哉，咱阁有做笔记，摕起来看一下，搁记起来。所以为什么要有小组？为什么要有团契？就是互恁去学习牧师伫每一礼拜所传达的信息，互大家会当搁一遍去想起讲上帝话安怎讲，互咱会当运用伫咱的生活中间。你若有真正起来运用，安尼你就确实有听，搁有来做出来。这对恁上界有利益。听上帝话，然后再实践出来，上界重要。后一遍牧师会继续甲大家分享讲，安怎去领受上帝话，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做一个会晓听的人。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透过你的智慧的言语，互阮明白。爱真做一个好的沟通者，毋是简单家己讲，也要用心听。求主互阮有讲的口才，
要听的艺术，才做一个真好的沟通者，会当帮助需要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这时，请咱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第326首，咱的心神着恬静，咱的心神着恬静，请咱起立来吟。兄弟姊妹，请坐。当请咱来奉献。
请咱做伙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阮的一切拢是你所赏赐的。阮愿意奉献的，毋那是金钱，更加是阮的专心、专人，会当成做主你合用的器皿，所做的会当合你的心意。阮嘛愿意做一个勇敢传福音的人，成做济人的帮助甲祝福。特别成做儿童、青少年、甲青年的帮助甲祝福。感谢主，我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坐。这是我们献诗，儿童主日各小组的献诗。因今日要献2首诗，第一首诗是行伫山林小路吟诗，第二首诗是我的心，你着学路主。
哦，看到遮侪囡仔，就看到愿望啊！特别感谢儿童主义的老师，就用心的咧教育。这是咱的儿童主义幼儿组，里面显的诗是军队你的脚步。
即卖的少年人若愿意生囡仔，已经足无简单啊！所以请阿公阿嬷拢爱甲因鼓励。这是我来报告。本周特别事工，本周日是总会所定的教会教育事工奉献主日。礼拜中特别安排儿童合唱团甲儿童主日学小朋友来献诗，也由刘家苗甲朱文玲小朋友来读经启应的服侍，呼吁兄弟共同为着长老教会的主日学的教育、文道的培育、灵性形成。甲生命教育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并且参与教会主日学教育事工。集体关怀第一，本会会友林凤美姊妹，就是曲文淑姊妹的妈妈，伫10月7日安享主怀，伫10月16日举行告别礼拜。感谢兄弟久长以来的关心代祷，愿上帝亲自赐福。第二，本会会友蔡阿敏长老娘顾东华中长老的太太，但立德执事的妈妈，伫10月10号安享主怀，定伫10月24号，就是这礼拜五上午11点半，伫台北市立华爱馆。景仰楼1楼至今三厅举行日联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三，恭喜本会会友朱亚妮甲邓浩全夫妇伫9月22日得到一个新生儿的囝，愿上帝赐福新生的囝甲全家。临时会员学会咱请蔡牧师来补充报告。咱等下伫礼拜结束了后，咱就要召开今年的第2遍的会员合会吼。这是为着要改选长老所以请在籍的陪参会员吼，的确爱劳保参加吼。意思就是讲，咱今日下来有报道，有摕到即个理事会员呢，一定有摕到一个名牌吼。咱等下来举行选举吼。因为咱今年是用这机器咧算票，所以时间会节省真济啦吼。所以请大家的确爱留咧吼。若真正你真正有代志的，爱离开，请一定爱会员一定爱请假吼。后礼拜咱会举行执事的改选吼，嘛是4场礼拜伫上午10点做伙举行吼。礼拜煞嘛召开会员合会来改选执事吼，请大家注意这个时间吼。来，到后一张。这意思是讲吼，咱若大家有可能无法度参加的，也是讲咱有厝内底人今日无来，无法度参加，有这不可抗力的，请一定要请假，互咱会当顺利完成这个合会吼。好，这个时阵咱要颁发奖学金吼，奖学金，咱请这要领奖学金的这小朋友哈，学生拢来到头前哈。
咱看到咱教会遮个主要老师真用心吼，所以咱的细囝真济啦吼。这拢以后拢是咱长老执事啊吼。可能有来变咱的有人会做牧师啦吼。所以咱就爱常常替因祈祷吼。伫因学习的时阵，咱就爱帮助因吼。咱因为因真济人吼，所以咱请一个代表5年级的赖以恩，赖以恩来头前吼。你代表大家来接受这个奖学金。咱做伙来替因祈祷，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将即群细囝放伫阮的中间，诚做阮上介好的宝贝甲礼物。主，阮知阮的责任，就是帮助因伫细汉的时，就明白你的真理，会晓一世人跟对你，将来诚做荣耀你的器具。阮将因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保守看顾因，互因伫家庭的生活、学校的生活，以及甲老师、同学、朋友交陪的过程中间，拢有主来帮助因，会当互因做好的见证，来荣光主的名。阮将因身体、灵魂、灵命，拢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咱鼓励来鼓励哈。好。伫牧师的手中无即个新朋友的名单，毋知咱到中间到第一遍甲咱做伙礼拜的兄弟，特别来介绍一个。今仔无啦吼。好，安尼，多谢。这是请咱起立来吟上咏第510首《乌鲁天顶主宰》，请咱起立来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这热岛下温吼，咱一直到事情结束吼。
钟的时间，互大家咱去方便吼。请大家5分钟了，一定要去转来吼。就坐定位吼，咱要开始咱的合会。请这个工作人员吼，各就各位吼。